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返為食而生呢個 channel。今日同朋友上嚟呢度換副新嘅蔡司眼鏡啦。我哋會嚟到1.0視光位於一方城對面嘅分店，一齊睇下呢一間分店嘅環境啊。地方方面都好闊落啊，仲有提供多款唔同嘅鏡框可以隨便試戴，而且大部分嘅店員都係可以用廣東話去溝通噶。旁邊呢仲有舒服嘅休息區可以休息。嗨，大家好，我係1.0視光嘅謝老闆嘅。請問你係想配一副近視鏡係嘛？係啊，我近視大概600度左右啊。如果我想配近視鏡，今日有冇得即日到啊？我哋呢度近視鏡1000度以內，散光200度以內，或者老花400度以內，國產鏡片或者蔡司鏡都係即日到攞嘅。如果啲人漸進鏡特製鏡嘅話，就需要訂製，就需要7到10日嘅。我哋係依家嘅話，我哋庫存鏡片係有2.5折嘅，有漸進鏡嘅話，訂製嗰啲係有3折優惠嘅，佢就送埋鏡框嗱，牆上面啲鏡框都係包含入邊嘅，你都可以試戴。有冇中意啲揀咩類型嘅？想要啲輕身少少，同埋比較銀性高啲嘅。銀性高啲嘅，我哋係有啲比較輕啲嘅鈦金屬嘅，鈦金屬嘅話係有一定韌性嘅，我呢係89蚊呢個品牌，我試過呢個鈦金屬就話唔夠容易舔啊，實用性會更加強啲嘅。呢啲平少少，又要貴啲好啲嘅，嗰邊我哋有啲國內嘅品牌，你睇下呢啲，呢位師，呢位師，仲有我哋國內嘅比較做得比較好嘅一個暴龍嘅品牌，暴龍嘅話亦係有390、490到590嘅，有做啲日式嘅鏡架都有嘅，呢邊啲日式嘅鏡架，牆上面嗰啲日式嘅鏡架，呢啲嘅話我哋係399蚊，呢啲係啲香港嘅朋友都比較中意，比較 OK 嘅呢啲，係呢啲橫紋式，呢啲嘅話中意嘅人比較多啲。呢啲我哋呢度嘅話就有啲套鏡啊，我哋叫套鏡叫兩用鏡啦。呢啲嘅話係可以日常出去玩就咁嘅，唔需要都可以撳住向上翻。呢個片嘅話係可以拆落嚟嘅，唔需要有時呢度係有個螺絲位嗱，我哋可以拆低佢，唔中意嘅可以拆低嘅。呢個係上翻款呢啲款。呢啲款都係個顏色，呢啲話390蚊就 OK 啦嚇，390蚊，有嗰邊都有，呢邊係299，呢啲都係比較暴紋少少嘅，仲有啲國內嗰啲木芯啊，呢啲都有，仲有啲其他啲款式，仲有啲神胎，呢啲嘅話就199蚊就 OK 啦，呢度啲都可以試下㗎。呢一間分店可以選擇嘅免費鏡框種類都非常之多啊！我哋一齊睇下啲咩款式可以揀啊！斯文少少款式得嚟又比較輕啲嘅。OK， 呢啲就係神胎嘅，呢啲169蚊都可以試下，呢啲有鏡嘅，真係超輕嘅，都幾輕呢啲。係，如果你度數高嘅話，可以揀細少少嘅，呢啲都可以，呢啲都係比較 OK 嘅。想問下，如果我度數比較高咧，我600度嘅話，配呢啲鏡框嘅話適唔適合啊？呢啲係可以嘅，因為佢個片寬啊，鏡片嘅大細唔係好大，人啲邊緣位啊厚度都夠，都遮得比較 OK 嘅。嗯，好啊好啊，哇，咁我要呢款。OK， 咁幫你驗下光先好嘛？好啊好啊。你有冇戴隱形嘅？有啊有，我陣間會除咗個。OK， 可以。而呢一度嘅服務都非常之貼心啊，仲有提供隱形眼鏡嘅盒同埋藥水。如果戴 con 嘅朋友嚟到配眼鏡呢，都可以即刻除低副 con 休息一下，之後就再進行驗眼。
大概等咗10分鐘左右就可以開始進行驗眼。配眼鏡第一個程序啊，首先都會進行驗眼。日本嘅尼德克嘅驗眼機嘅，出現之後呢，佢有大概嘅參數俾我哋作為參考嘅。出現之後，我哋用咗有隻驗光室嗰度暗房度進行詳細驗光。過嚟呢邊驗光啦，首先會用 E 字圖嚟進行視力測試，之後會測散光圖咧，判斷我哋有冇散光啊。咁啲線條咧，顏色同埋長度咧，全部都係一樣噶。如果你有散光嘅話，會見到某啲線條咧嘅顏色係特別深色噶。然後紅綠圖咧就判斷翻我哋配對嘅度數係高咗定係低咗。綠色清晰嘅話咧就係配高咗啊，紅色清晰就係配低咗，差唔多咧就係眼球最佳嘅數值啦。然後會有個主視眼嘅測試啊，睇下你主要靠邊隻眼去睇嘢，好似寫字咁，有啲人左優，有啲人係右優，眼睛都係一樣噶。然後咧就會再測 E 字嘅視力表去睇下雙眼嘅平衡，兩邊效果差唔多就係最好啦。如果達唔到嘅情況下啦，會揀優勢眼出色一啲。再測咧就會測下外邊嘅反應啦，咁最終就會睇翻確認嘅度數啊。如果帶得暈或者唔清楚咧，及時同視光師反映翻，視光師咧會根據你嘅反應作出翻個調整噶。我呢度係蔡司嘅 Visual 1000嘅，係有蔡司9個攝像頭。一次性嘅話就將鏡框戴喺面部嘅所有差唔多採集落嚟，又顯示喺電腦呢度嘅。喺呢度可以睇到，喺呢一度可以睇到雙眼之間嘅距離、裝配高度、鏡眼嘅距離同佢嘅間距、傾斜角、鏡面角等等嘅數據。對於配漸進眼鏡、高度嘅散光鏡片、近視鏡片都需要訂製呢啲參數㗎。呢一啲數據可以確保鏡片佩戴嘅舒適度更加高。如果需要佩戴變色鏡片嘅人嚟講，呢一套系統仲可以模擬變色嘅效果啊！呢個呢就係太陽眼鏡變色片嘅顏色啊。咁呢度呢，如果有紫外線嘅話呢，就可以模擬變成係橙色啦、灰色啦、深灰、綠色同埋藍色嘅顏色，各種效果都有啊。同埋呢度如果配太陽眼鏡嘅話呢，都有一個大概嘅效果啊。測試咩風格呢係啱自己啊，令到最終配鏡嘅效果呢更加符合你嘅預期。呢啱先已經驗完光啦嚇，依家介紹下鏡片，因為你度數嘅話，兩面嘅度數喺625度加75度上啦，其實根據我哋機打出嚟嘅度數都好準嘅，左眼係準嘅，右眼嘅話正常機一般係有25度嘅上下浮動都正常㗎。呢個話我哋睇下，我哋而家個庫存鏡片係有2.5折嘅，訂製鏡嘅話係有3折。而家我哋有 Hoya 嘅鏡片啦，仲有法國嘅伊斯勞鏡片啦，仲有德國嘅蔡司鏡片啦，仲有最新嘅我哋而家都攞咗一個羅登斯德。羅登斯德嘅話係一個德國嘅高端嘅訂製品牌嚟嘅，比蔡司嘅等級其實仲高少少嘅，價錢就比較貴啲，折扣都高少少。如果大家對有了解過呢個品牌嘅，都可以到店了解最新㗎。因為最平嘅 Hoya 嘅近視鏡，有190蚊，590咧。147就 OK 啦。有啲度數比較高嘛，600幾度，我哋一般用1.74嘅，呢個就2990。700零蚊就有副1.74嘅漸進鏡啦。如果你係要漸進鏡呢，S1就199 ，S3嘅話就399 ，S5嘅話就599下。如果要訂製嗰啲，我哋有3折優惠。再高級嘅一級呢，就係差一鏡，啱先係初級、中級、高級嘅。差一嘅話係高級嘅。呢個嘅話就係對電腦啊、中距離啊、閱讀距離啊、閱讀嘅中距離嗰度會稍微好啲。呢個話係290，800零蚊就 OK 啦。因為你要積露嘅話，我哋呢度係海米鏡片啦，1.74嘅就398，都係即日攞嘅。蔡司嘅其他嘅都係即日有得攞嘅，有需要即日攞嘅可以到店了解就 OK 啦。我哋一般係建議用蔡司嘅澤銳呢個系列，蔡司嘅澤銳，因為依家蔡司出咗最新嘅鎏金膜，鎏金膜嘅話透光硬度呢個 coating 係最好嘅，一暫時最新嘅技術係180週年呢個最新嘅一個膜層技術嚟嘅，密度啊同埋透光都比較好。呢個嘅話因為即日攞唔到。呢個嘅話，我哋係有2.5折嘅優惠，庫存片有2.5折，呢個屬於庫存片。藍光 Plus， 呢個係一個常規嘅綠鑽膜，呢個話鉑金膜，呢個藍光膜。藍光 Plus 嘅話，呢個膜層啊，佢個透光啊會更加好啲。呢個差別因為差200蚊，我哋打2.5折。
其實爭50蚊啫。依個係4700 4000打2.5折，1000幾蚊。呢個就需要訂製㗎。呢個係庫存片嘅，訂製嘅話係要三折優惠，訂製3折，要訂製個價錢會貴翻少少。再加呢個沙胎價就169。蔡司嘅價錢會比 Hoya 嘅貴啲，因為你睇1.74比佢貴，有最平呢副嘅話就好平。如果度數唔高嘅情況下，配澤瑞呢個嘅話就300零蚊都有嘅，都睇度數，因為度數太高啦，600零度，一般係1.67、1.74嘅都 OK 嘅。如果1.67嘅話，呢個會平翻啲，3780。呢度嘅話其實爭別，因為我哋打2.5折嘛，價爭1000蚊，其實爭250蚊，我哋所以講一般就係1.74啦，做主流呢個。俾翻你㗎，等下你過2個鐘就翻嚟攞，我喺下邊食個中午飯，等下轉頭過嚟攞就 OK 啦。我呢度後面都有4日售後服務嘅，30日之內如果打得唔舒服，去免費更換㗎。OK 啦，呢個售後單據俾你，整好之後等下我哋微信通知你過嚟攞㗎嚇。好啊， OK 好。唔該。配完眼鏡去食個飯就可以返嚟拎眼鏡啦。Hello， 大家好，我係一方城嘅關店長。依家就由我同呢位靚女交下呢副眼鏡，同埋講下等陣嘅售後服務嗰啲。啱開始戴可能會有少少浮，轉頭嘅時候啦，同埋耷低頭睇嘢嘅時候，一般習慣1個禮拜左右就 OK 噶啦。然之後你睇下鬆緊嗰啲啱唔啱我哋可以調校嘅。因為我哋配鏡嘅話係有售後服務嘅，平時嘅清洗啦、鬆緊調校啦、更換鼻托、螺絲嗰啲都係終身免費嘅，到我哋任何一間分店1.0都 OK 嘅。然之後鏡架係質保半年，半年內出現質量問題、鐵膜甩漆啦或者係鐵環嗰啲係免費換新嘅。蔡司鏡片我哋係1年嘅質保，1年內出現質量問題、鐵膜、爆膜，我哋都係免費更換嘅，但係需要保留呢2個原裝包裝袋翻嚟，到我哋深圳嘅任何一間分店或者全國任何一間分店都可以找呢個售後服務。然之後度數我哋係有1個月嘅質保嘅，1個月內戴得唔舒服啦，光度有誤啦，係可以翻嚟免費覆查調校度數1個月內但係都要保留好呢個原裝包裝袋帶翻嚟都係一樣嘅，到我哋任何一間分店都可以用嘅。度有清洗液同埋細嘅螺絲都係贈送嘅，噴霧液嘅清洗液噴到鏡片鏡架上，再用鏡布抹乾淨得啦，方便外出帶嘅呢啲。一間分店嘅位置非常之方便對面就係一方城。咁一方城係寶安區裏面其中一個大型嘅商場裏面有超過500間嘅店鋪，而餐廳嘅選擇亦都好多由中式去到泰式火鍋都有得揀而且商場仲引入咗深圳首間限定嘅卡通專門店，同埋經常都有啲節慶活動嘅打卡公仔所以都幾適合嚟玩足全日。有興趣了解多啲一方城嘅遊玩資訊，就可以參考我哋另外嘅影片。1.0視光喺全國咧都有多間分店其中深圳咧就有11間。最後會同大家分享返前往呢間分店嘅交通方式。喺深圳灣口岸出發只需要30分鐘嘅時間，如果係福田口岸或者羅湖口岸出發，分別需要47分鐘同埋49分鐘。嚟到寶安中心站可以行返 B 出口，喺地鐵站出口一出就會見到呢一個雲發中心大廈。咁之後可以搭電梯上到嚟12樓。出升降機轉咗就會到達1.0視光寶安中心嘅分店啦。我哋今日條片就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我哋頻道最新嘅資訊，就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啦。